顶礼拜讨论结束嘅儿童权利公约嘅审查，内底有点出讲，咱台湾嘅交通事故害囡仔伤亡嘅人数有加较济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坦白讲，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影确实较悬。短期内政府会透过科技执法、教育宣导这方式来改善。校园4科为上下课期间车辆停甲塌田，儿童权利公约 CRC 审查会议顶礼拜结束，指出台湾儿童因为交通事故的死伤有较济，道路安全概念、校园周边停车空间拢需要改进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承认，这几年儿童交通事故确实较严重，支持儿少团体未来斗3工规划改善。儿少团体对于儿少的问题是特别的了解了。如果未来在任何都市规划，甚至在交通规划部分有他们的参与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，我个人表达非常的支持。根据道安会的统计，今年正月到8月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2000人，偏去年同期增加4.9%。王国材讲，确实也需要改进。车祸死亡的人数的确到目前我非常的不满意。我们一般教育工程执法。虽然都有它的效果但是教育的确它有它的这个时间，要比较长的时间短期的措施，比如说对于速度的限制对于这个教育的宣讲，还有甚至是像科技执法等等的。台湾交通环境需要加强 ，CRC 审查委员也建议，都市规划爱互儿少参与，听因的意见。王国材对此表示，那儿少的年会已经到会当表达意见的程度，会使考虑，也欢迎家长提供意见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